经开始。哦，孩子在那里，好，我们先祷告好了，我们继续好2分钟。那这老师一起吗？好，我们一起好了。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把等一下所有抽签的过程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上帝我们同在，不论是线上或者是整个机器的运作，都能够非常的顺利，更重要是神亲自带领所有的结果。我们在这里也把今天园长把心中所思想的连接事情的忧虑，或者是他所要交托的，都把上在上主面前，深信神，你是这个幼稚园的上帝，你自己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求你为着你丰盛的恩典赏赐在你当中，带领今天的过程充满神同在的恩典跟见证。我要跟主名求，阿门。你先讲话。各位家长早安，现在目前是10点整，我们要公开我们的抽签，电子抽签。首先我们要邀请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士林教会佩文传道来为我们做见证以及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你所赏赐。我们所宝贝的孩子们，在这个阶段，他们要进入学校，开始学习。整个过程，我们实在希望能够预备最好的给每一个孩子。求上帝你自己带领，因为在体制以及数量名额有限的状况底下，你能够来保守。不论过程当中，我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相信上帝，你为每一个孩子预备的都是最好的。不论结果是不是能够在幼心，我们也深信，主每一个生命未来他的发展，若有你的赐福，不论在哪一条路，都是蒙福的道路。因此，我们把今天所有抽签的过程，特别感谢神，你让幼心的园长还有老师们。用心的预备所有抽签的这些事宜，求上帝也求你让今天这些过程能够一切顺利，不论是机器的运作，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等候的一个过程当中，上帝你保守一切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完成。我们再次把今天整个抽签，特别是所有的结果，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的未来，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圣愿赐福的神，能够在每一个家庭里，借着今天这个过程，也让我们更知道怎么样为孩子来预备合适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把孩子未来生命的成长，都能够每一步交托在这个掌握生命的主手中。相信上帝，你会预备每一个孩子未来的道路。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谢谢传道为我们的祷告跟见证这一切。首先我们要来抽签的是幼子班，就是幼幼班。这个抽签是总共有招收的名额是16名，此次报名抽签的有36名。优先顺序录取的是有第2顺位本园续读的弟妹有3名，第3顺位本园幼儿毕业的弟妹1名，所以此次幼幼班的抽签总共有12名。现在目前看到的画面，红色部分就是已经录取的是我们的顺位，第2顺位跟第3顺位。黑色部分呢是我们一般生的抽取，总共有12名。好，我们开始来公开抽签。12名是录取的，其他都是备取。
正取生，第一名是江宇、刘佳、朱玲、黄炫。正取5，黄宏。正取6，何瑞。正取7，邱勋。正取8，宇佑。正取9，甘义。正取10，陈轩。正取11，虚义。正取12，杨勋。这是我们的正取生。接下来就是备取，备取郭成1号，备取2郑成，备取3石慧，备取4黄熙，备取5范兴，备取6王杰，备取7戴宇，备取8吕云，备取9赖颖，备取10周一安，备取11林乐，备取12陈硕，备取13陈宇，备取14郭湘，备取15汤红，备取16陈婷，备取17邱飞，备取18吴轩，备取19胡翔，备取20郑生。以上就是幼子班抽签的结果。我们会把这些结果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以及我们的学校的公布栏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公告，请大家家长要留意。接下来是抽签的是小白班，小白班招收的名额是30名，由幼子班直升的有14名，需抽签16名。此次报名小班抽签的有48名，含有2组的双胞胎合并签。第2顺位直升本源的续读的弟妹有5名，第3顺位毕业的幼儿的弟妹有5名，第4顺位由士林长老教会教友之子有2名。此次小白班只要抽签4名。红色部分是已经都是我们的第2顺位、第3顺位跟第4顺位。黑色部分是即将要抽签的名单。中间有2个是双胞胎合并1签。正取1赖珍，正取2黄恩，正取3沈成，正取4谢义，备取1吴成，备取2高全，备取3杨林，备取4李谦，备取5何兰，备取6双胞胎林浩跟林旭，备取7徐宁，备取8郭峰，备取10，备取9张凡，备取10罗云，备取11严成，备取12陈，备取13吴杰，备取14詹宇，备取15莫喜，备取16罗安，备取17林伟，备取18邱燕，备取19郑飞，备取20胡成。这个是小班的正取跟备取的名单。接下来我们要抽签的是中班、中程班。中程班这次招收名额是30名，由小班直升到中程班有25名，需要抽签的是15名而已。可是此次报名的有13名，优先顺序的是第1顺位低收入1名，第3顺位本源毕业之弟妹2名，中程班一般生只抽2名。红色部分是已经是我们优先录取的名单，黑色部分是一般生要抽签的。
目前抽签是中程班、中班名额。正取1曹瑞，正取2赖博，备取1蔡轩，备取2林夫，备取3黄航，备取4丁轩，备取5黄喜，备取6廖宪，备取7邱豪，备取8庄央。以上是中班抽签的名单。接下来是抽签大班，大班需招收30名，由中程班直升的小朋友有27名，需抽签3名。此次报名大班要抽签只有1名。等一下会跑出来。大红班正取者就是杨涵。以上是佑星幼儿园在112学年度第1学期抽签的结果。我们会把这些结果登录到我们的网站以及我们学校的公告栏。谢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你们对佑星的支持与爱护。感谢你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最好的朋友。愿上帝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以及孩子们在这里快乐学习。有主的恩典满满祝福他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